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嘅主角係邊境牧羊狗，一隻勁聰明嘅工作達人啊，智商高到可以同人比拼。佢哋嘅故鄉喺英格蘭邊境同蘇格蘭交界嘅山地，風高雪多，幽靈崎嶇，幾百年都係響牧羊界嘅艱苦戰場入面啦。邊牧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嘅中葉，當時呢，當地嘅牧羊人喺好多種本土嘅牧羊狗仔中挑選培育出嚟嘅，融合咗英國牧羊狗同蘇格蘭境內嘅古老品種。呢啲狗仔天生就係放牧專家，用眼神、叫聲同埋身體語言去控制羊群。呢啲咪所謂嘅眼神放牧咯，只需要一個眼神，羊仔就乖乖聽話。最出名嘅轉捩點就係19世紀末，英國嘅貴族們呢開始舉辦佢哋嘅牧羊試驗比賽，邊牧就喺呢啲大場合大放異彩咯。到咗1900年代，邊境牧羊正式命名，仲喺世界各地嘅牧羊比賽之中稱王稱霸。二戰之後呢，邊牧唔止做工兵犬啦，仲跨界進入咗敏捷比賽、飛碟表演同埋做埋聽障輔導犬。佢哋嘅大腦容量同埋學習速度，成日都俾啲科學家研究，證明咗佢哋係狗界智商 top 1啦。想養呢啲頭腦超卓嘅邊牧，記住以下嗰幾點啊！佢哋需要好大量嘅精神同埋體力運動，如果唔係就會好悶，就搞破壞咯。鍛煉佢哋嘅腦筋好重要㗎，每日要安排啲遊戲同埋訓練俾佢哋。佢哋啲毛毛少少長少少厚，要定期梳理，防止打結。飲食要高蛋白質，保持肌肉強壯。性格就溫和，但係都需要主人嘅耐心教導同埋訓練㗎。注意關節同埋眼睛嘅健康啦，定期檢查。希望今集幫大家了解咗呢隻超級精靈嘅邊境牧羊狗。訂閱吱喳講狗話，分享你哋嘅無害故事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